你要记得就是你活动的时候要记得这个关节的，就是关节的角度，就是关节的空隙。 지도처럼 규주단데 언니 맞추기 투상로 그래. 어떻게 치상까지 그래도 진실은 所以不是只是你按这些点，是你要感觉它的空隙活动度好不好？因为每个人拉扯的位置不太一样。那这里下来以后，这第一个就是这个是胫骨后肌。所以一般我们会在这里压一下。那这个很强壮，所以我们可能用这个膝盖上面。这样会酸吗？那还有我们上次讲这里，我们以前讲脚掌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做这里，对吧？记得吗？反正就是这个绕内踝绕下来，大概这个位置。所以你可以用这个身体的重，因为这里很强壮。很酸吗？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了两个，一个是屈指肌腱跟屈母肌腱，这内侧跟外侧两个肌腱。它绕过来以后会到脚底，它的指点会在这里。所以就是我们大拇指跟小指这个，大概你这样活动，它会活动会弯来弯去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让它趴着来，这很重要。趴着。然后你这样对不对？你可以这样。你在弯曲的话，其实就是在这一条线，大概是这一条线。你看我们走路很多都用到这里，你看我们这个脚的颜色就知道了。它其实也会卡在这。所以你可以把脚稍微这样拉着，脚趾头这样，然后压这里。那你要怎么样？你要这样，这样拉着，然后这样压。酸吗？你就可以侧这样。那因为你这样比较好出力。好，在这里。酸吗？会动掉凳子。哦，这虽然不会痛，但是其实因为长期走路，这个都很紧，这肌肉能量很紧。可以。因为它绕过来以后，它会到脚趾头这里，因为它这个脚的收缩就是会到脚趾头这里。
实际上呢，都是马里呢，对我去那个来了，但是不是在这里，而是在后面这里这一排，的了，对去了来了。所以你就可以拉住侧面这样。这种的都是门呢，都是没的了。好，起来动看看，石头有没有更松？刚刚怎么上别都有现在了，都有现在。是不是现在松就很明显？但是，这里的别我是丢着的了，我是丢着的，这里下雨的。有。因为这里收缩拉扯，然后脚底韧带也会相对收缩拉，这两个是相对的。现在那刚打不起的，我的打不起不来了。所以我们刚刚讲这里松掉以后，其实这里松掉以后，这里里面的拉力会出来，所以这个时候要做这里。现在你刚最少就了我了的才对过来了，现在效果就会更好。这了现在的可能给绝对的要对过来了。那有没有觉得脚更轻松？你根本就是养不了差不多了。有。哦，就很明显，对不对？对，我是对不到的。就是因为它这两个相对性，这个还没有做。大概刚进步的我的钱没了了。才知道。哦，那这里很强壮，所以你要处理力量要大一点。你这个手去没？就是手去没接过来。但是我刚刚是做这里，后面还没有做上来。你这去了，这钱没来了。要有的，现在去了别当地是开。所以大概在这。算吗？收的。那外侧很重要，为什么？这去了，给钱没给钱这个呢？你看你脚的颜色，你看这一排，它会用到外侧这里，所以这里会使用到力。像刚把都打到了，踢球要求的毛球被就打。所以一个问题是，也是在这里，所以另外一个部分是主要是拉在这。就是就现在就对了毛球挺那个的了。所以我们脚部主要有3个平衡点。那个说刚踢了第你送月的了是。一个是在脚跟，大拇指我这里。一个是大拇指这里，记得我记我这里地方。一个是这里。送不得得了来了是。哦，所以要做这里。得了结果来了是。来，起来再走一下。师傅 OK。当时저거가 랩랩 해서 근데 그러지 얘도 진짜 성스러웠어. 좋고한데 감사합니다. Это что говорит? Забыл, иди 차선을 장세 봐. 상황자네. 다른 진짜 주고. 와가. 다른 자자. 방은 아니 내가. 오케이. 오케이. 아. 역시 시까지 주고. 다 땡기다가
개그까지 쳤다 지금. 쌈보할 거더니. 그때 쌈보할 거. 누나들은 이거 그렇게 얘기해. 여기는 고장나 되고.可以可以，走路嘛，又去看日出，又去野餐，晚上跟你们去吃摸摸。 가서 комп파니님 뭐 버스 좀 입었어. 이거 빼면 너는 아, 그쪽에 한번 너좀做胫骨前肌，对吧？记得吗？ 哎，对对对对。 用这一手，这一手，this high，yeah, this good。 듣고야 말이야. 듣고까지 보라자. 是不是真的吗？对，这里。真的吗？有。 看一下。 你太细了。刚刚。你要这样勾。对，这里。
啊， 真的吗？ 勾着就好，不用按摩，勾着就好，就勾着，勾着不用按摩，对，按摩嘛，勾着，虽然勾着给你听到这个，它活动按摩这样，对，勾着。啊，你还得勾着顶着了，不晓得。 真的吗？对的，然后再上来一点，按摩这个就是，对对，勾进去，打你脑子就晓得，里面一点，打我不弄，这样嘛，哎，对对对。这是我去我行，这个不就不。那我就买了些。 이 아저씨가 소주인데, 일단 너무 시간 주제. 그 타고 지지지 잡던데, 너무 넣는 새 지금 넣는 저런 거래. 식당이니까. 식당에다 야란 그래도 뒤에 지가 최종에 밥이니까 도고서라. 시구야다. 밤에 거 너무 했더니. 수고 오케이. 선물 좀 주시라. 어이야. 건드려 씻어. 건드려 씻으면 건드려 씻어. 건드려 씻어. 전에 마시고. 我看一下，这里 아줌마라서. 真的。有没有韧带？哎，对对对，里面。哎，真的。呀。好的。 누구서 구걸할 때 아파서 구걸. 쉬었죠. 뭐 이야기 좀 누구 낳기. 안 됐더니. 따가따가 흘러내죠? 전에 마셔봐. 这里。 언니 따가 약간 체. 아 여기. 要放平的这样。 아 네. 전에 마. 안 돼요. 안 줄거면
디자인이 한 영화라. 어,